南部登革熱疫情延燒，北部就係遭受紅火蟻嘅肆虐，甚至危及飛安。繼桃園機場之後，松山機場亦都淪為紅火蟻疫區。個樣好得意嘅紅火蟻小尖兵米格魯喺呢一場防疫戰中，亦都擔任重職。目前國內一共有4隻紅火蟻偵察犬，要用佢哋靈敏嘅嗅覺嚟揾出嗰啲未成熟、肉眼都唔容易察覺嘅小型蟻巢，進行早期防治。着住工作背心，米格魯上工啦！呢一次要用佢靈敏嘅鼻哥聞出紅火蟻窩。一旦聞到紅火蟻嘅味道，米格魯偵察犬就會喺旁邊坐低，正確率達90% 以上。要成為偵察犬唔係咁簡單，要經過2年左右嘅訓練，仲要通過3關考試，先至能夠畢業執行任務。只要紅火蟻出現，就難逃偵察犬靈敏嘅嗅覺。米格魯偵察犬能夠精準揾出未成熟、肉眼不易察覺嘅小型蟻巢，早期防治，精確投藥好重要。但係崎嶇地形總係加深投藥困難度。利用無人飛行載具升空噴灑藥劑，可以突破地形限制，零星散佈或者係未成熟嘅小型蟻巢。加上複雜土地利用，容易成為防治死角。自從2003年桃園機場第一次發現紅火蟻，開啟防治工作，12年嚟政府花咗10幾億嘅經費，紅火蟻疫區冇減反增，不斷擴散，人蟻大戰仲有得打。